今日呢，我哋會讀首詩，叫做詩歌最崇高嘅功能。因為好多人都覺得詩歌係冇浪漫嘅，淨係啱嘅情侶、啱嘅拍拖嘅人，其實唔係咁簡單。詩歌呢個文學題材係最唔受重視嘅。大家通常都中意嘅短篇小說、恐怖小說，等緊嗰啲喪屍出場，又或者係懸疑小說，睇下兇手幾時會跌咗條繡花手巾出嚟，又或者係科幻小說，當太空船去到 Tethys 星球，遇到外星人，咩都有可能發生。大家一般都唔太中意詩歌，因為大部分詩入邊，詩人淨係講自己嘅感受。呢樣嘢好常見，大家攞起一首詩，詩人就淨係講自己，成日都係講自己嘅情緒、自己嘅感受，咁樣其實好悶。我感受到呢樣，我感受到嗰樣，對大部分人嚟講都好悶。而家仲有邊個會關心我哋每個人嘅感受啊？有邊個會理你係因為愛情定係感而嘆嘅口氣？但係詩歌有一個功能係最靚同最感動人哋，就係喚起咗已經過去差唔多遺失咗佢哋。呢個功能會令我哋記翻喺美好嘅時光，唔好等佢哋永遠消失。同時喺傷心嘅時刻都唔會被遺忘，仲可以避免重蹈覆轍。我而家會讀出首詩，詩歌最崇高嘅功能。我仲叫嘅人工智能 AI 整咗幾張關於呢首詩入邊講到嘅主題嘅圖片。我哋開始啦。詩歌最崇高嘅功能會係咩呢？除咗令戀人之間燃起激情，講下小夜曲同埋愛情帶俾年輕人嗰種瘋狂同天真嘅心靈衝動之外，仲有啲咩？詩歌會收集翻一啲被遺忘嘅人生碎片，嗰啲留喺嘅河邊，被水流想沖走，但又卡住佢嘅樹枝上，死都唔肯走，堅持要翻嚟，要存在落去嘅雜物。過咗咁耐之後，佢都唔肯沉落去遺忘之海，嗰個所有人生最後都會到達嘅地方。嗰啲媽媽抱住 BB， 用溫柔眼神記住心愛面容嘅甜蜜時刻，詩歌會將呢啲畫面印喺記憶入邊，令佢永遠唔會消失。詩人話佢國王雖然會死，但係間唔中都會喺詩人心入邊重生。喺國王死咗或者俾人遺忘咗喺過去某個角落，紙箱入邊、垃圾桶同埋雜物堆入邊。因為嗰陣時我哋根本冇能力捉住佢嘅、保護佢嘅，嗰個已經過去嘅時刻，我哋只係一個流浪、脆弱、幾乎盲目嘅影子。詩歌會帶翻我哋嗰啲細細粒、我哋好錫嘅國王翻嚟，嗰啲嘅黑暗日子入邊微不足道嘅細碎片段，用住一隻堅定又執着、充滿母愛嘅手，再一次將佢哋帶翻去生命，帶翻去光明，就好似一朵正午時分盛放、閃閃發亮嘅紅玫瑰，配合樂隊同銅管樂隊嘅歡呼聲咁。